来到新闻的现场，继续要来关心苗栗通霄白沙屯渔港南边的海沙埔，昨下晡强强发觉一具查某的尸体，头壳有物件焊着的粉液。代志发生之前，有一对查甫查某伫咧现场乱说，警察怀疑应该是互人杀害，即马当咧侦办。 警察甲海巡人员伫海边有封锁线，因为顺宝花要去海边的这条路里拢有打起火热。一个查某人倒伫肉粽架甲石头的中央，头壳有倒扑过空嘴，已经断开啊。这血迹哦，这打起啊，这一层啊。 这张可能暂没，暗时啊，较无人。发现尸体的所在就伫通霄镇白沙屯渔港南边超500公尺迄搭位啊。附近的民众讲，买暗暝的时阵，定民众来这散步，看日头落山。最近这几天拢无啥物奇怪所在。不过昨买暗暝有渔民要去海边啊收渔网仔的时阵，煞雄雄看到查某人的尸体，怀疑是有人半暝啊扛来才等的。这今日半夜啦，半夜。即马你就像这车，唔知要为倒载起来。我知乌多仔有法度，你车唔知有法度。警方讲，这个查某人超30岁，有140到150公分高，穿牛仔裤甲无手软的衫，有可能是互人拍死了后才扛过来的。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现可疑的人，也是厝内有人失踪，外形阁有符合，会当提供线索，帮助警方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另外，台中一个 Uber 运将顶个月半暝去山落一个社区载人客，因为等一困，一个甲人客细细念，煞互2个人拍，佮甲伊呛赌讲叫警察来，嘛无较抓。Uber 车规家路咧走，人客甲司机发生纠纷的代志嘛愈来愈多。台中一个 Uber 司机伫个顶个月25暗时啊11点外的时阵来到山落自立路遮载人客，煞有这个人客含叫车甲叠甲真功夫。 来讲，这个当时的状况，Uber 司机一个甲有等一困啊。这个叫车的来啊，司机就讲：恁要叫警车，佮爱我等恁。对方回讲歹势啦。不过后来这个要坐车的人客听到了后，伊就煞落讲：等一下袂使哟。司机甲应讲：会使哩啊。煞落去佮讲无卖好啊。意思是讲无想要载对方，想袂到安尼，迄个叫车佮坐的人客足生气的，开始大声来骂这个司机，佮对这个司机的面出拳大力甲摸落。司机一直咧求饶，佮爱社区边的警卫啊斗相共来报警察。因2个佮呛讲叫警察嘛唔要紧啦。上尾啊，司机趁因2人无注意的时阵，开车紧离开现场。这个红牌的司机讲。 这2个人根本连警察嘛无咧甲信道。他是说这边有人吵架，听说是我们的猪啊。我媳妇有说有听到在吵架很大声呐。其他Uber这个司机听到讲因同行的去红拍，嘛感觉安尼实在真寒。为着要来避免这个争议，报警又是上尾的这个手段。上了车闻到很浓的酒气，然后他们态度举止非常奇怪的话，可能会直接开去派出所。 然后请警方来协助我们，这样有轻微的擦伤，主要是在脸部，双方都认为对方可能在等待，就是等待之后就可能有一些不耐这样子。这个红牌司机真不满讲，因拄开始叫车叫到遐尼啊急，结果车到的还佫爱互伊等，刷落去佫佫互人拍，还佫有伊车的钣金，嘛去互人用这个花盆啊甲猫歹去。事后报警，要甲这个共拍这2个姓陈的查甫人提出这个伤害甲毁损的告诉。 爱因替家己的行为来付出代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叫分一个广告了，上新的政治消息要来关心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本来按算2礼拜后要见面，即马强强冻掉。